葉倩文搶閨蜜老公嘅消息傳得沸沸揚揚，而另一邊，吳正元亦都俾葉倩文嘅氣勢逼退。面對丈夫同葉倩文光明正大咁撒狗糧，吳正元選擇連夜飛到國外，眼不見為乾淨。但吳正元始終都冇諗過要讓位俾葉倩文。後來林子祥俾咗吳正元3.5個億，先順利將葉倩文扶正咗。吳正元只對林子祥提出一個要求，唔可以同葉倩文生小朋友。葉倩文終於如願以償嫁咗俾林子祥。而葉倩文同林子祥，一個因為插足人哋嘅家庭，一個因為背叛結發妻子，遭到咗輿論嘅猛烈抨擊。面對輿論嘅洶湧大海，兩個人毅然決然，不管不顧，並且喺第2年登記結婚。結婚之後，為咗躲避世俗嘅流言蜚語，佢哋移居加拿大，過上咗退休式嘅生活。但係承受住巨大道德壓力嘅佢哋，婚後只係短暫咁過上咗一段甜蜜嘅日子。甜蜜期一過，兩個人婚後感情不和，於是就各玩各嘅，緋聞開始層出不窮。葉倩文更加喺佢哋結婚20週年嘅時候自爆，喺6年前兩公婆已經分房瞓。喺遇到林子祥之前，葉倩文同歌手費翔亦都有過一段戀情。1982年，費翔喺某頒獎典禮上邊當眾對葉倩文表白，兩個初出茅廬嘅新人就咁樣公開咗彼此嘅愛戀。如果放喺今日嘅娛樂圈，估計早就已經時斷前程啦。但當時最反對費翔同葉倩文交往嘅，仲唔係雙方嘅粉絲，而係費翔嘅媽媽畢麗娜。費翔20歲嘅時候，畢麗娜同美國嘅老公離婚之後，就同費翔相依為命。對於自己精心培養嘅仔，畢麗娜自然係點樣睇都點樣好，所以對於將來新抱嘅期望值亦都非常之高。而嗰個時候嘅葉倩文，雖然人靚腿長，亦都出身富貴之家，但名氣並冇咁大，所以畢麗娜睇唔上葉倩文，反而將當紅嘅林青霞視作理想嘅新抱人選。根據葉倩文嘅講法，每次見到自己同費翔出去約會，畢麗娜都一面咁唔開心。唔單止咁樣，畢麗娜仲會幫費翔洗腦，要佢早啲同呢個女仔分手。葉倩文雖然中意費翔，但亦都係個牛脾氣。費翔都未提分手，佢就先決定俾呢段感情畫低咗句號。喺同葉倩文分手之後，費翔都有過啲新嘅緋聞，甚至被傳同劉文正有特殊嘅關係。但公眾見到嘅係費翔年過6旬，依然係孑然一身。不過費翔都解釋過，自己只不過係冇婚姻呢方面嘅緣分。相比之下，葉倩文後嚟嘅生活，無論係事業定係感情，都非常之精彩。當時港台地區嘅娛樂產業交流頻繁，葉倩文亦都想順勢轉戰香港。巧嘅係，早就對佢情有獨鍾嘅富二代演員馬永林，亦都跨海過咗嚟喺香港創業開電影公司。就咁樣喺馬永林嘅照應之下，葉倩文好順利咁融入咗新嘅環境。